解放军对咱台湾的威胁范围是愈来愈大。咱国空军今年开始嘛，伫半暝来进行飞行的训练。华人的空军是先去甲受到影响的乡镇市公所来回接，包括解释予村里长。万国民众若属伫半暝听到战机的起降，会当体谅。伫花莲市新城乡的村里长手机拢有收到简讯，顶头写应应时局，空军第5联队将会执行看暝的飞行训练，来符合实践化，声音会较大，请乡亲体谅。刚刚收到吓一跳，整个里民来讲可能会紧张，是不是？整个我们两岸的局势是不是更加紧张？会是有点不一样，因为你会觉得半夜会比较吵，那可能有的。睡眠比较不好的会比较容易影响到，因为又刚好是在他们这附近嘛。其实花莲的民众对战机起降的声音拢真惯势啊，怎么应用强军所料爱增加看暝的训练？空军只跟他请公所代替发简讯，对相关的规划，国军也无做回应。因应国防的安全，我相信这大家都要共体时间。那不过还是会希望国军联队能增加对于地方民众的说明，让民众也能够去明白现在国军在于现在飞航的一些相关，能提早有一些准备跟阴影。另外，因为战机起降正接，有一寡住较远机场的民众，希望军方会让调整作新补助的夜度。对此，空军有甲市公所讲，看暝飞行的时间是暗时11点到隔顿工透早1点，一礼拜差不多2遍，并不是答案，请民众体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